今次大鑊啦，報晒警啊，登晒尋人廣告，揾你啊，揾我。係啊，真係揾咗你好耐啦，你終於出現啦。雖然呢一段係梁烈唯小紅書上面嘅舊片，但係今次佢終於蒲頭啦。神隱咗差唔多1個月嘅梁烈唯，尋晚突然高調上傳咗一段喺健身房大汗淋漓做 gym 嘅影片，似乎係暗示自己終於正式蒲頭啦。喺7月初傳出喺無線高層樂易玲去年嘅生日會上，Labubu花束失竊，事緣喺樂小姐舊年嘅生日派對上，歌手周吉佩特意送上一束精心包裝，上面綁住 Labubu 潮流公仔嘅精美鮮花。點知喺散席嘅時候，呢一束花竟然不翼而飛。工作人員翻查現場嘅 CCTV 畫面，發現被一名熟悉嘅已婚有仔女、曾獲 TVB 獎項、近年轉戰內地同埋已經離巢嘅無線男藝人順手牽羊攞走咗。樂小姐話呢位藝人喺第二日打電話俾佢，解釋係因為見到公仔冇衫着，好慘，所以帶翻去幫佢親手着翻衫，先至再送翻去公司俾樂小姐。雖然樂小姐笑稱只係開心派對嘅惡作劇彩蛋同埋笑話，並冇追究，但係坊間同埋網民根據40多歲已婚有小朋友曾獲無線獎項等線索，將嫌疑矛頭全部一致咁樣指向梁烈唯。更有網民發現佢近期喺 TVB 嘅官網被徹底除名。事件鬧大咗之後，佢隨即喺網上銷聲匿跡近1個月，直到尋晚事情已經丟淡啦。佢亦都上載咗呢一段做 gym 嘅片，睇嚟係要試下水溫。雖然樂小姐事後出面澄清，強調自己從來都未有開名指過係梁烈唯，並解釋官網除名只係因為2024年底梁烈唯已經約滿恢復自由身，雙方並未有割席。而周吉佩接受訪問嘅時候，亦都表示呢一次只係一場美麗嘅誤會，但其實維維呢一種一惹上醜聞就匿埋，等事情丟淡先至走翻出嚟嘅態度呢，早喺14年前佢涉及一單刑事案件傳聞嘅時候，同樣係第一時間選擇收埋自己，唔作出任何回應，直到後來件事過去咗，先至走翻出嚟高調面對傳媒。一轉眼14年過去，如今恢復自由身嘅梁烈唯，依然係用呢一種方法去面對。對佢呢一種處理態度，你又點睇呢？留言一齊討論下，記得訂閱啦，聽娛樂。